早，新年快乐吼！真欢喜，大家拢对台北或者是规台湾、全台湾无共的所在转来，转来甲咱徛起的所在做伙来礼拜。好啊，礼拜进前，请咱做伙压头，咱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阮为着阮过去这一礼拜，会当有一个休困的时间，会当安静，会当甲阮厝内的人做伙，会当彼此来分享。主耶稣，你伫咧阮生命当中的疼，嘛会当互阮彼此相疼。为着安尼的恩典，阮献上阮的感谢。阮嘛感谢你伫咧即款放假会当甲厝内人团圆的日子，阮阁会使继续孝念你对阮的恩赐。为着阮会当成做上帝囝儿的身份，阮来感谢。主耶稣伫咧要开始恢复到阮一般的生活，爱上班上课，每一工拢有足侪代志爱进行甲处理的进程。伫咧开始的时阵，阮嘛要安静阮的心，阮嘛要来甲圣殿，阮嘛要来敬拜你。阮要继续敲找你对阮讲话，你对阮美好的旨意。嘛恳求主，你会当彰显伫咧阮的中间，会当伫咧即个礼拜，会当继续甲阮伫地。只是恳求圣神会当伫咧阮的中间，来引带阮规场的礼拜，拢会当献上伫你的面头前。愿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用心灵还佫有诚实。阮要安静，阮要来敬拜你。恳求你即时甲阮伫地。阮将礼拜恭敬仰望交托伫主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兄弟姊妹平安，新年恭喜！好，感谢主吼，互咱一年新正年头，开始咱做伙来做礼拜，咱来唱今仔日的圣诗，咱来献开244首。人对我讲，打咱来去，吼，是要来去倒落呢？吼。这首歌，请咱想象，咱敢若一粒迄个皮球，吼，咱敢若一个球安尼跳一个，跳一个，跳一个，吼。因为从开始4个音都要跳8度啊，吼，飞落去啊，就爬起来，吼。好，咱做伙来唱第1节。头前4个音谱，咱就要跳落去，吼，都要跳起，吼，啊先跳落去，再搁跳，再搁爬起，吼。所以伫遮，第2节要讲上主圣城耶路撒冷，咱来徛你殿内，城受起做联络交争，选民而落敬拜。所以伫第1谱表的第头前4个音都要跳者。跳落去，再搁爬起，吼，啊，为城受起做，为安尼为悬顶啊，再搁跳落，啊，再搁爬去，吼。即2句较甲咱平常时咧唱的较无共款，吼，互即首歌怎么啊有伊特别的所在，吼，咱搁来唱第2节。
来，甲第三节，伊拢做5节，吼，咱甲第3节、第4节、第5节拢唱无错，来。跳入去天国吼，跳伫主的祝福内底。好，咱来吟另外一首诗303首。这是咱这边仔写的一首诗吼，是伫1975年法国所做出来的诗。好，咱做伙来吟第1节。甲你抱伫你伊的怀抱内底，你安尼互伊摇啊摇摇啊摇吼，哪摇哪学落主。来，咱做来吟。主，我要学落你，真心真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多万年。互咱的主抱伫伊的怀抱中，摇啊摇啊，哈利路亚，感谢主，咱的儿女主，互咱做伙来吟第2节就好。哈利路亚，感谢主！今仔日的诗歌就到这。
我要时时学乐耶和华，学乐伊的话，要重重伫我的喙。我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着伊，嘛要欢喜。恁甲我着学乐耶和华做大，三家尊伊的名做悬。请咱来用信心诗244首，信心诗244首，人要对我讲，当人来去。人要对我讲，当人来去上主奇妙的厝。彼时我的心高极欢喜，烦恼已经消除。请起立，咱来练全首信诗244首。请坐。请咱大家用书读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旧部的第7面，书读圣经，请万信上帝全因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信心投胎，水在西土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来岛临来受苦，顶10架死埋葬罗营府。第3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互，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活命。阿门。咱做伙来刻印，伫个就信息后壁面刻印文第53篇，刻印文第53篇，弥迦书第6篇。
大家来起应。我着带啥物来求问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上主讲会欢喜，千千食会讲的羊，也是万万条溪的油。人啊，有指示你啥物是好，着实行公义、心存慈爱、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请大家同心来祈祷。阮的爸上帝，全能的主，恳求你看顾阮一切的所有。求主你赐平安，伫有动乱的所在；求主你赐安静，伫有困境的所在；求主你赐予阮信心，特别为着阮的这片美丽宝岛来祈祷。阮伫即个土地有侪侪人，伫咧共，阮有侪侪人伫咧做足侪代志。今年的有足侪政府的官员是受到百姓所减选，认真身处政权，互因遵探主的旨意，要知影照你的道理来服务百姓。国愿全体民众拢得到你的疼探甲保护。阮也要为着阮教会有侪侪事工来做祈祷。阮的教会是照你的福音来兴起一切神圣的事工，伫阮软弱的路途中，互阮得到坚强，互阮困难的时会当引传阮，伫阮危险的时阵会当拯救阮，互阮会当倚靠你的信恩，得到一切的帮助。阮也要为着阮教会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你保守阮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一切，会当出入平安，常常得到你的保护甲疼顾。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咱来做伙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咧诗篇第122篇，诗篇第122篇第1节，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
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阮的脚徛伫你的门内。耶路撒冷受起造，亲像连路真济的行。伫遐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照以色列定着的例，上去遐要学了耶和华的名，因为伫遐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比家的宝座，着替耶和华求平安。见若听你的人的确安乐。愿你的城内平安，愿你的宫内安乐，因为我的兄弟甲同伴的缘故，我要讲，愿平安伫你的内面，因为耶和华咱的上帝的厝的缘故，我要替你求福气。圣经读到遮，请信歌队爱学老，因要学老的诗歌是。大家欢喜，学老来吟诗。
讲道，请李传道师伊的题目是敬拜是为啥而来唱？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新年恭喜，耶稣听你。好，大家会记得咱的迄个马拉松的比赛的活动。吼，大家今仔日有一个爱转来补给站的迄个活动哦，所以若是有诶，今仔日爱记得爱来参加。吼，好，伫今仔讲道开始以前，咱做伙来祈祷。听咱的宝贝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即个清早时，佮转来到你的厝内底，享受甲你亲密的关系。愿主圣神今仔甲阮同在，互阮透过今仔日的圣经甲遮的讲道，会当互阮每一个人，拢伫你圣神的引带带领内底得到利益。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仔日咱要透过诗篇第122篇。上徛的诗的第3首，来做伙来明白啥物是敬拜的意义。我想要问恁大家一个问题吼，恁敢是自愿坐伫遮的？应该是啦，吼，感谢主。若是无人甲你任何的要求，也是讲无人情的压力、道德的约束，甚至是信仰教义的要求，恁有愿要来遮做礼拜吗？恁有愿要来到遮亲近上帝吗？今仔日的即个讲道是即个连续主题的第4讲。第1讲咱开始咧看的是，要怎样开咱属灵的眼光来看到讲咱生活内底影响到咱甲上帝的关系的遮个思想甲价值观，帮助咱来看见讲咱伫生活内底世俗的遮个恶是啥物，佮鼓励咱来爬耶和华的山。搁来120篇即个悔改的诗内底，帮助咱看见讲咱生命的欠缺，嘛帮助咱知影讲咱所行的方向要安怎来调整，转向上帝。搁来伫121篇，帮助咱伫咧朝圣的道路顶面，学习要怎样顺服甲倚靠的功课，互咱明白要怎样拒绝用世俗的即个方式来面对挑战。然后决心要军队信靠迄个创造关山深海、宇宙万物的耶和华上帝，也就是咱唯一的帮助甲保护，就是咱的耶和华上帝。一直到今仔日的经文，帮助咱来学习要怎样真实的来敬拜，互敬拜成做重新塑造咱的生命的一个开始。其实对伫一个牧者来讲吼，对伫会友无爱来教会的理由吼，听过几啊种。其实我吼一直咧想讲，自开始我若咧关心会友，因无爱来教会，因讲的原因，我拢会安尼真认真详细去听，想讲安尼要安怎帮伊解决。总是后来我发现讲，就算讲我真努力帮伊解决即个问题，后礼拜也是讲后摆，伊就会生出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到最后我发现讲，其实我替因祈祷就好。我决定讲，我要等伊，替因祈祷，祈求上帝的神真正来感动因，互因真正敲找到一个充分的动力甲理由，要来到教会内底来礼拜。也因为安尼，其实透过这个机会，咱嘛会当来思考，为什么咱要来到教会来敬拜？咱内心迄个上真实的动力、期待甲需要，佫是啥物？其实咱敢有想过一个问题，也就是讲。礼拜可能是会当受到攻击的，总是敬拜确实无可能受到攻击的。为什么会安尼讲？因为若无用心灵甲诚实的敬拜，就袂使称作是一场敬拜，对不对？所以咱会当伫即个经文内底看到讲，第1节伊讲，人对我讲，若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伫咧华语内底，伊是讲兴奋。毋知影大家去到啥物场所吼，你会感觉足兴奋的。对囡仔来讲，可能去游乐园啊、去公园安尼，足兴奋，看到溜滑梯足兴奋的，对毋对？也是对伫一寡人来讲，去露营伊会感觉足兴奋、足欢喜的。若是有人招我去食烧烤，我嘛会足兴奋的、足欢喜的。所以哦，今仔日的这个诗人，伊要讲的是讲，当有人对伊讲安那，咱来去耶和华的厝的时阵，伊就安那，伊就足兴奋、足欢喜的安尼。这是为虾米？
这是因为伊出伫真心意爱，要回去到甲上帝的关系内底，伊真正有欢喜享受伫迄个过程内底，所以一定直接真，伊讲伊真欢喜，欢喜讲是兴奋。若是咱来坐迄个哆啦 A 梦的时光机吼，咱转来到即个今仔的经文的处境来看，咱会当来想象即个诗人可能伫咧平常时，伊伫厝内咧做工课啊是啥物的。结果厝边就讲，最近差不多时间要到啊，咱要做伙来去调去耶和华的厝啊，咱要做伙来朝圣去耶路撒冷啊。伊听就讲，对呢，时间要到啊呢，安尼咱做伙来转去，吼，所以伊就放下伊手中的工作，啊放下伊伫厝内的遮的代志拢交代好，伊就安那准备要出发去耶路撒冷。咱会当看到讲，这嘛是一种的提醒。去朝圣敬拜的即个邀请，帮助咱放下生活世俗的劳苦忧愁，然后就欢欢喜喜去到上帝的面前。这嘛象征咱会当暂时脱离世俗的即个身份，单单等于到上帝的厝内底，成做伊的囝儿。所以，然后即个诗人就甲伊的乡亲吼，做伙唱歌啊、牵手啊，做伙来拜耶和华的即个。要即个圣殿的山嘛，对毋对？当因进入到即个城门口的时阵，伊想起讲过去这一路有经过啥物？有山路，有旷野，有侪危险的所在，有孤单的时阵。然后伊看到耶路撒冷城的即个建筑物伫伊的面头前的时阵，伊停落来，伫即个门口，轻轻漱一口气，讲：哇，我总算是平安来到即个所在啊！当即个诗人徛伫耶路撒冷城门的遮内面的时阵，伊知影讲，伊无过是受到伫旷野的危险内底，是伫平安的城耶路撒冷的城内底。这嘛象征讲，咱的脚踏入到上帝的厝的上时，咱的身份就会当得到改变，咱就得到分别做成，咱就得到上帝所赏赐真实的平安。这毋若是咧讲，当咱入要到教会即个建筑物内底，咱就得到保护甲平安那尔。讲的是，若是出伫灵性生命内底真实所做的即个决定，甚至是敬拜、祈祷，当咱愿意行伫朝圣的道路的时，咱就会渐渐体会到，原来进入到上帝的厝内面的即种平安、喜乐是安尼。所以，当诗人甲遮个朝圣的遮个人，入要到耶路撒冷城内底的时阵，经文有记载讲安那，伊看到啥物？看到耶路撒冷城受到起造，亲像联络整齐的城。遮个支派照以色列定着的例，就去遐要学了耶和华的名。因看见讲，即个闹热的即个街仔路，亲像安那年货大街吼，大家最近安尼敢有人客人安尼，足侪人的吼，真正。差不多会当一当莫去看到人安尼吼。伫即个街仔路内底有啥物人？有北部的、有北方的遮个口音的加利利人，嘛有穿着沙漠服装的遮个南部的人。有侪四面转来到耶路撒冷要朝圣的遮无共款支派、无共款种族的人。咱会当来想象哦，即个12支派因敢有合一，因的关系敢有好？若是咱照着过去对圣经的记载，应该是无介好才对。因的生活内底有侪生活无共款的方式嘛，对毋对？因可能伫即中间要抢土地啦、抢水源啦等等的，总是因伫即个节期的时阵，大家愿意同齐伫即个城市内底彼此生活，因愿意伫即个城市内底，常时拢称呼家己、承认家己是耶和华上帝的百姓。也因为安尼，诗人伊伫即个中间，伊看到人安尼遮济无共款的人，拢伫即个城市内底，伊发现一个真理，就是原来伊的家乡比伊所想象的搁较大。也就是讲，遮个人原来就是拢是伊属灵的家庭的内底的一份子。原来这就是圣经内底所记载属灵的血脉、属灵的血脉的关系、属灵家人的关系。所以，这个城市联络整齐的意思，并不是咧讲耶路撒冷的建造有安尼好。诗人伊要强调的是讲人甲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更加是要表达讲，伫遮敬拜中间合一的关系。伊要讲的是，亲像遐石头甲石头共款，明明逐粒的无剩遮整齐啦吼。咱会知影，我来做一张吼，咱会知影迄个石头吼，有时阵迄个大细粒拢无共款。啊，毋过因要怎样诚做起造建筑的即个材料，就亲像遮的支派共款。虽然因拢有家己的形象、形状，总是当因愿意伫迄个时间进入到上帝和平平安的城市内底的时阵，因就正对受到上帝使用祝福的信仰的一个群体。因所献的即个敬拜，嘛诚做同心合一的敬拜。所以伫即中间，团队嘛有2个感动，想要甲大家分享。第一就是，其实咱每一个人嘛，亲像是这达支派共款，因拢有无共款的背景、期待、追求，甚至是语言。其实咱嘛共款嘛，对不对？咱拢对无共款的所在来到即个所在，诚做熟练的家庭的厝内的人安尼。我最近咧看一个韩剧啦吼，叫做即个叫《爱情怎么翻译》，大家有看过？其中吼，你无讲我团队娘生了亲像即个女主角嘛？啊，毋过团队娘较水。伊讲吼，即个剧内底有讲一句话，互我印象上深。伊讲吼，即个世界有偌尔啊侪的语言，其实吼有偌侪人就会有偌侪语言。就是他说，这个世界应该会有多少语言？你敢知影这个世界有偌侪语言？我有去查，差不多7000几种啦吼。啊，毋过伊的意思是讲，其实有偌侪人就会有偌侪种的语言。伊要讲的是啥物意思？伊要讲的是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语言呐。这互我印象上深，就是讲，其实就算讲咱拢讲共款的语言，总是因为咱的成长的环境、遭遇的困境、所学习的经验，甚至是失败也是伤害等等的，拢无共款。也因为安尼，就算讲咱每一个人拢讲共款的语言，住共款的城市，读共款的学校、共款的教会，总是咱拢无共款，甚至是讲咱无法度合一，总是敬拜。要诚做咱共款的语言，应该是讲心灵甲诚实的这个敬拜，会当诚做咱彼此共同的语言。所以今仔日诗人要讲的是，当敬拜的时阵，咱就会有合一的心志，甚至咱会当讲，敬拜应该是教会礼拜中间全教会上合一的时刻。为虾米安尼讲？因为若是咱每一个人拢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所唱出来迄个诗歌，就帮助咱每一个人伫主的心内底合一做一伙。所以伫迄个时刻，咱有共款的脚步，共款的感谢、敬畏，共款敬畏上帝的心志。也因为安尼，圣神就会当伫即个中间安怎，带着即个心灵甲诚实。做伙来到上帝的面前的这个囝儿内底来做伊的工作，圣神的工作。这个圣神的工作带来的是启示、医治、安慰、讨棒，然后真实敬拜的真实带来敬拜的这个囝儿，因的性命、因的关系，就会因为这场敬拜，真做改变，产生改变，甚至带来合一甲竞争。总是上重要的是，迄个真实的敬拜，会当帮助咱甲上帝结连做一伙。所以第2个部分，其实嘛象征一个人的自我的破碎，会当透过敬拜重新来得到复原甲过好。也就是讲，其实有时阵咱伫咧这个世界生活的时阵，有时阵会经历到一寡的破碎，可能是一寡的伤害也好，可能是属灵属世之间的这种拉扯的关系。也是讲对伫信仰，你有一寡的怀疑等等的，这拢会当造成咱的性命散到一地一地安尼。总是诗人伊要讲的是，透过这场敬拜，会当帮助咱迄个分线、分开的这个自我，重新伫上帝的面前得到超找回来。透过敬拜，会当互咱连接伫创造咱的天父上帝的面前，咱会当得到咱生命最核心的迄个意义的价值是啥物？并且会当透过这个敬拜，咱会当听到上帝的声，得到医治甲讨棒。
这拢会当真做咱原本咱将即个世界受到即个世界思想的影响分散的即个自我，重新一块一块搁扣转来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讲，其实即场敬拜会当帮助咱合一，帮助咱超出想起咱有共款的信仰，咱有共款的疼心，咱有共款的上帝。原来咱是一家人。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你若无甲上帝当做你的阿爸爸，你又搁要怎样将你身躯边的人当做你的兄弟姊妹呢？所以最后，咱搁继续来透过时光机进入到经文的后半段，伊咧讲，诗人去到即个城市的上北边、上悬的迄个所在，就是圣殿。咱看到即幅图，即个圣殿伫遐，王宫伫下骹，所以咱嘛会当来看到讲，侪人伊来毋若只是来敬拜上帝，伊嘛是要来超出公义，因为迄当时的即个王宫，就是伊嘛是咧审判的一个所在吼。所以伫即个中间，伊毋若是得到想要来敬拜上帝，伊嘛想要来超出生命的公义伫倒位。所以伫即个经文内底，咱会当看到讲，遮个人因得到公义的心中，嘛得到上帝的安慰，甚至搁伫即中间得到上帝的饶赦。最后，因愿意放下因要超出自我的迄种公义的心，因愿意同齐祈求的是啥物？耶路撒冷的和平。咱伫经文最后来看到讲是，因要祈求的是众人得到兴旺，众人拢有平安，众人拢有安乐。咱伫上帝的厝内底同齐祈求的福气，即张图互咱看到讲真水，就是达支派无共款的人，因拢伫即个城市内底共同来超出一个合一、彼此祝福的即个祈祷。其实这嘛互咱看到讲，其实这就是教会啦。咱虽然拢无共款，总是咱伫遮祈求文山教会，诚做咱彼此性命的祝福，嘛诚做即个地区的祝福。今仔日的即个经文帮助咱来思考，为虾米咱要唱诗歌？为虾米咱要来敬拜上帝？我知影有时阵，咱会敬拜是因为要享受迄种圣神同在的感觉；有的人是因为即首诗歌足好听的；有的人是因为希望上帝透过诗歌来感动伊。每一个人咧敬拜的时间、想法、原因拢无共，总是咱要来思考的是，咱敬拜的起头到底是为着啥物？诗篇第122篇，就是今仔日的经文，带互咱两个点会当来思考。第一个点就是敬拜提供咱一个合宜的范围。毋知影咱敢有看过即种刺绣？有啦吼，伊先到爱有一个坑伫迄个所在。因为伊安尼较有法度构图，对毋对？伊较会知影伊中心点伫地，伊要怎样开始来刺伊要用的迄个图案，对毋对？所以咱会当看到讲，敬拜嘛是亲像即个框架共款，帮助咱伫咧敬拜内底，毋是漫无目的发散的乱唱，而是要有，你是爱有一个焦点目的的来唱。也就是讲，因为有一个框架。咱才有法度画出上帝所徛起迄个中心的迄个点，嘛因为安尼，咱嘛得到提醒甲鼓励，而且咱就清楚知影，咱所存在的意义，甲咱甲上帝的距离有偌大。第二个部分，敬拜帮助咱生出想要甲上帝建立关系的热情。伫咧诗篇122篇第4节讲。咱讲是照着以色列定长的例，要来学乐耶和华的名。伫咧华语来讲，这是一个华语的翻译，伊是讲命令。所以这个命令并毋是讲若无敬拜，你就会受到惩罚审判。这个命令较亲像是讲，亲像迄种医生有无？你看医生，医生讲你安那，你爱加啉寡水啦吼，也是即款的命令，即款的邀请。是一个真强烈，想要互你的性命得到帮助的即个邀请。为什么医生会安尼命令？你敢知？因为医生知影吼，病人拢足搞怪，对毋对？亲像最近吼，我咧看病安尼，我最近感冒真久吼，你知影为虾米无？就是因为我感觉要好的时阵，我就无要食药啊。吼，结果吼，雄感觉迄个症状搁要起来的时阵，我搁食药啊。所以吼，安尼病就一直袂好。到最后，我吼乖乖去看医生，甲药食好了，
安尼较会好，对毋对？所以伫即中间会当看到讲，其实咱毋是，咱毋是爱有感觉、有感动，才来敬拜，而是伫即个敬拜内底，咱就会对上帝产生即个热情。咱袂当因为咱的感觉来选择咱到底要来敬拜上帝无，对毋对？所以，其实这要互咱知影的，就是讲，上帝嘛，亲像即个医生安尼，伊知影咱的软弱，所以伊嘛用即个命令帮助咱来提醒咱讲，你毋是爱倚靠恁的感觉才要来敬拜，是要倚靠即个命令，互恁无论得时不得时，恁拢想要来亲近上帝，来甲上帝结连做一伙。吼，所以伫即中间，感觉从来拢袂是敬拜上帝的焦点，只是上帝确实会透过咱的敬拜，互咱的心重新得到点倒。就算讲是无感觉、无热情，咱拢犹原会当透过敬拜，献出咱真实对上帝的感谢、懊恼。上重要的是，咱要献上迄个无论得时不得时，咱拢要亲近上帝的迄个心志。所以结论来讲，对咱来讲，咱的敬拜到底是为着啥物？咱感受到，咱敢有伫即个敬拜内底感受到来到上帝的厝内底迄种欢喜跳跳的心情。敬拜帮助咱会当进入到上帝同在的真实的即个平安内底。敬拜会当帮助咱放下世俗的即个身份，回来到上帝囝儿的身份内底。敬拜嘛会当成做咱彼此共同的语言，会当来连接伫上帝的面前，咱就有合一的心，咱就会当有彼此理解、欣赏、接纳的疼痛，咱就会当做伙来称上帝，成做咱的阿爸爸上帝，而且咱身躯边的人就是咱的兄弟姊妹。所以敬拜伊会当帮助咱重新来明白上帝对咱生命的计划，会当互遐分散，而且会自我重新透过敬拜来扣做伙。而且敬拜嘛会当互咱超越彼此的无共款，互咱伫即个敬拜内底放下迄个想要超越公义的心，同心合一，彼此来祝福，彼此来陪伴，做伙来建造即间教会。而且敬拜嘛，成做一个合一的框架，嘛，咱嘛会当讲是一个界线，因为有即个界线，咱才会当看到讲，咱要怎样互上帝成做咱生命的中心点。敬拜是一个命令，总是迄个愿意敬拜的心，是一切的起点。敬拜会当帮助咱生出对伫上帝的热情，所以透过敬拜，互咱冷冷的迄个心，重新感受到温暖。透过敬拜，咱迄个硬心会当变成柔软，心灵甲诚实的即个敬拜，才会当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上帝的连接带来的即款的祝福。所以伫即个中间，咱无过是倚靠迄个感觉来敬拜上帝。咱可能咱每一摆，咱无一定每一摆的敬拜拢真有感动，对毋对？总是嘛真期待讲，以后咱咧敬拜的时阵，咱就算讲无迄个马上的感觉，咱犹原会当用迄个歌词，成做咱对伫上帝的感谢甲祈祷。所以摊拄仔，等下咱会唱迄条诗歌，主我要学乐你。等下我嘛邀请大家，咱咧唱的时阵，即首歌大家拢足熟的。咱重新一遍一遍来唱，重新一遍一遍来思考。主啊，我真正要来重新思考。我要敬拜你的迄个心伫地，主啊，我真正要重新超出迄个敬拜你的心的迄种热情、迄种兴奋的感觉。好，所以邀请等下咱若咧唱即首诗歌的时阵，咱会当一边唱一边来祈祷，做伙来享受伫即个重新回来到上帝的厝内底，同齐敬拜迄种的迄个感动内底。所以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阿乐你，互阮有份成做你的囝儿，有份伫即个厝内底唱出对你的感谢。嘛愿主透过敬拜重新点倒阮每一个人的心，嘛透过敬拜帮助阮超出阮生命真实的意义，佮有你对阮每一个人生命的计划。嘛愿主透过即场敬拜，互文山教会众兄弟姊妹有同心合一的心志，
有伫圣神内底得到相通的即款的疼心，会当互阮伫即间教会内底，诚做彼此的同伴，做诚做即个社区的祝福。愿主透过敬拜，互阮回来到你的厝内底，重新领受甲你亲密、美好、温暖的关系，带互阮的生活有一个平安，有一个望喜乐。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仔来吟信诗，信诗第303首，信诗第303首，主，我要学罗你。主，我要学罗你，尽心尽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全能，归荣光你性命。主，我要学罗你。尽心尽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请起立，咱来吟全首信诗303首。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对感恩的表现，是甘心乐意。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真济。你报告，伫报告的内心，咱要来读今仔日的经句2遍。伫咧周报的第2面，请来啊！咱就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诗篇第65篇第60。来啊！咱就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诗篇第95篇第60。请大家掀开周报的第3面。后礼拜的圣光分担，领袖是赵雨诺长老，司礼是施心瑜姐妹，司琴是苏仁维姊妹。献诗是信歌队，书献是陈任昭执事甲李立甫执事，招待是张义如执事甲黄慧谦兄弟，音控是我本人甲张信存兄弟。后礼拜的执组的执事是潘秀。是陈任昭执事。拜三查经基督会主理是郭金敦执事，伊的题目是信，互人脱罪恶。经文是罗马书第5章12节到19节。后礼拜第1礼拜，主理是李传道书，经文是诗篇123篇，伊的题目是服侍，是上自由的奴仆。请大家掀开周报第6面。教会消息，第1点，奖学金的申请，欢迎各中奖平均伫80分以上，高中甲大专研究所是75分以上，会当申请奖学金。到3月15，请用成绩单的进本甲申请表格交予干事。第2点，儿童自由的报告，在一班伫咧本周开放报名，3月8号开始上课，请各位到办公室柜台报名，手作班。一个10名到满为止。3月到5月主要的课程，耶稣的门徒，以后主日3月1号华语礼拜了后，伫咧旧堂要进行，请同工参加，嘛有愿意了解主要事工的，请。甲主要校长罗云如长老报名参加。第3点，3月1号伫咧3月1号12点半伫咧地下室1楼要安排新朋友甲奖节聚餐，请大家为着招待爱宴备办，顺利带到。第4点。马拉团契伫咧3月7号到8号要出入加车主办生活营，请兄姐带到出入平安。伫主内面有建立更较亲的连结。第5项，请各团契开始交后一届的聚会内容表，以利
信港侍奉的安排。第六点，请牧师。咱要为着3月份生日的兄弟来为因唱歌，以及要甲因祝福。请3月份生日的兄弟，请起立，请起立，咱要为你唱歌。啊，搁有哦，莫歹势，秀川，请起立，要为恁祝福。啊，搁有啥我无点着，家己徛徛哦。来，做伙唱2届，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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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个一届，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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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为因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全能的上帝，我感谢你，互我当甲3月份生日的兄弟同齐欢喜快乐。我恳求上帝，你过去怎样引带带领这所有3月份生日的兄弟，互因伫过去日子有平安有喜乐。愿主你继续看顾保守因，将加倍恩典疼痛施落伫因每一个人的身躯顶，帮助因。互因伫未来的日子，互因伫每一个时刻，拢伫主的保护看顾下面，继续向前跑走伫上帝为因备办的路途。互因每一天犹原有属天来的平安甲喜乐，每一天拢牵调着主对因每一个人的应允。愿为安尼献上感谢，嘛恳求上帝继续保护看顾，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讲甲伊讲生日快乐，请坐。今日有新朋友。这时咱来唱平安礼。咱来行平安礼。现在因缘徛伫
咱来吟上吟信诗第390首，唱线请科牧师来主导。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甲盼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之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麦倒。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